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在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9，这一期咱们再聊一聊阿根廷，看一看阿根廷最近怎么样了。咱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聊阿根廷了。据说咱们今年牛肉便宜，咱们吃了一年的便宜的牛肉也是受益于阿根廷根据这个阿根廷华人在线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报道说美国最大投行摩根大通对阿根廷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表示惊喜，也就是阿根廷现在通胀是在下降。该行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今年阿根廷通胀率预计收于118%。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2025年有望进一步降至25%。如果它只有25%的通胀，那这个影响就小得多了，控制通胀就可以说是宣告功了。根据这个摩根大通新兴市场研究部经济学家卢西拉·巴尔贝托和迪亚哥·佩雷拉的分析说11月份通胀率为2.4%，那2.4%你乘以12，然后就是20几，这个本身这2.4还在下降之中，所以这个摩根大通认为这个2025年照这个趋势下去，全年通胀不会超过25%，可喜可贺关键是11月份的通胀率2.4%，低于摩根大通此前预测的2.7%。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跟通胀做斗争，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当然美国通胀没有阿根廷这么厉害，但是美国控制通胀似乎也没有阿根廷成绩这么显著。这个摩根大通认为阿根廷的这个通胀的超预期的这个控制得益于季节性商品价格下跌1.2%。然后从通胀的分类来看呢，这就更值得注意了。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0.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也就是米莱上任之前，他这个食品的通胀就非常高，现在米莱手上居然给它降下来了。食品跟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有关，尤其是穷人、贫困人口，对吧？你这个食品要一通胀，他连饭都吃不起，那就造成饥荒新鲜蔬菜价格水平平均下跌11%，番茄的价格更是暴跌32%。核心通胀率，这个核心通胀率是不包含食品的也放缓至3%，比10月份3.5%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个报告指出经济部正计划将官方汇率每月贬值幅度从2%降至1%，也就是阿根廷的比索贬值速度也下降了，这将有助于明年第一季度月度通胀率降至2%左右，与全年25%的通胀率预期相符。这一预期与米莱政府明年预算中设定的18.3%的目标相近。11月通胀数据显示，教育类价格涨幅最大，还是对教育投入比较多，看着全世界人对教育都很重视。这个教育类价格涨了5.1%，其次是住房、水电气，因租金和公用事业费用上涨而达到4.5%，家居设备维护1.5%和食品饮料0.9%，涨幅最小。什么意思？也就是老百姓这刚需这个通胀控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分析认为11月通胀率创下2020年7月以来的新低，当时正值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全年 GDP 萎缩10%， GDP 下降10%，但通胀率高达36%，那你说这不是要命吗？相比之下，摩根大通预计2025年通胀率将降至25%，而且政府和经济咨询机构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有望达到5%或者更高。阿根廷的 GDP 要超过5%，这什么概念？此外，监管价格涨幅维持在3.3%，主要受私人医疗保险计划、水电等服务价格上涨影响。交通领域上涨3.4%，主要是由于政府为减少补贴支出而将燃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接轨，服装与鞋类价格则下降1.3%。专业人士特别关注的核心 CPI 同比增长2.7%，为2020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进一步验证了阿根廷通胀持续下行的趋势。这个可是一个好消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阿根廷的通胀失控。那现在看，至少到目前，阿根廷的通胀控制住了，而且这个增幅越来越小。这是通胀。那阿根廷的 GDP 怎么样呢？你把一个国家当一个公司或者当一个家庭来说，实际上你就看它几个指标，就是日子过得好坏。第一个就是 GDP 是在增长还是在下降，就是这个蛋糕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维度什么呢？就是通胀，就是你 GDP 在增长，但你通胀速度更快，那穷人越来越多，国家看上去很繁荣。第三个呢，就是税收，政府的开支在无限扩大，那你这个老百姓的日子也未必能好。就看这3个维度他们要达到一种和谐平衡，那是最好状态。那第一个通胀
现在让人担心的已经控制住了。那 GDP 呢？如果 GDP 停止增长，那也不行。所以这个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局12月17号公布数据显示啊，阿根廷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3.9%，标志着该国经济正式走出衰退。什么意思呢？这个我记得米莱刚上台的时候啊，他们的 GDP 那个季度啊是下降5.点几 ，GDP 是在萎缩的。刚才疫情期间不是下降了10%吗？米莱当总统刚开始那个季度是下降5.1%，第一个季度，第二个季度呢，它只下降了3%了，第3个季度就基本上没有再下降了，只有下降1.1点几。这是阿根廷那个米莱好像执政的第4个季度吧，居然 GDP 环比增长了，也就是它不下降，它已经开始涨了。它的 GDP 啊，由5%的下降到3%，再到1%，就是降速越来越慢。好，触底之后，在第4个季度，它开始反弹了 ，GDP 开始正向增长。这个是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局统计，阿根廷第3季度，实际上就是米莱执政的第4个季度 ，GDP 增长3.9%，这个可了不得啊 ！GDP 增长就标志着国家走出衰退，蛋糕在越来越大了，蛋糕缩小到一定地步之后，它不缩小了，开始往大里长，这就是个非常好的迹象。虽然它有反弹啊，但是跟去年同期比，它还是下降的。大家要注意了，这同比和环比的概念，环比已经开始增长了，也就是说拐点到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去年这个时候的水平。阿根廷的 GDP 同比已经是6个季度负增长，都是在下降。可喜的是，它拐点到了，开始往上弹了，那就是这个苗头能不能巩固？如果下一个季度、再下个季度继续保持3%、4%的增长，刚才摩根大通认为它可能保持5%的增长，那它很快就会恢复到去年，那就是阿根廷刮骨疗毒啊，取得了成功。阿根廷不就是休克疗法吗？这个米莱的领导下，这大刀阔斧的改革啊，阿根廷经济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2023年12月米莱政府刚上任时比索的突然贬值，新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计划，也就是财政少花钱，就紧缩嘛，把什么国家电视台砍掉，对吧？媒体力更生啊，自谋出路，国家不花钱了，把那些多余的部门砍掉，裁员，特权阶层取消特权，这就是都是叫财政紧缩啊。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啊，说在构成阿根廷 GDP 的16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在第3季度出现同比萎缩，同比啊跟去年比，其中建筑业萎缩15%，制造业萎缩6%，商业萎缩6%，但是他们的农业部门表现尤为亮眼，同比增长13%。把今年前3个季度阿根廷的 GDP 跟去年比，累计啊它是下降3%，预计2024年全年阿根廷的 GDP 也就是在下降3%左右。当然了，这些数字啊就是在环比 GDP 下降的情况下，同比 GDP 下降的情况下，环比 GDP 已经出现拐点，这个是个好现象。但是啊，你也不能说阿根廷就此成功了，它经济啊还是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要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关键米莱它的改革还没停止啊，大家可以看视频啊。De privilegio como presidente de la nación. Lo hago bajo el convencimiento de que nadie merece una jubilación de privilegio, y mucho menos la política. La basura de los políticos argentinos, luego de 100 años de hacer desastres, utilizan la jubilación de privilegio como un seguro, porque luego de que terminan su actuación como políticos no pueden ir a laburar a ningún lado. Yo creo que justamente hay que eliminarle ese seguro a los políticos. ¿Para qué? Para que cuando terminan la gestión, si hicieron un desastre, que se caen de hambre por haber sido unos dirigentes de mierda. Por eso hay que terminar con la jubilación de privilegio. Y arranco dando el ejemplo, renunciando yo a la mía. Muchas gracias y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这米莱说啊，废除特权的待遇，退休金呢，关键是他从自己做起。这个动别人的利益容易，动自己的利益难呢。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这个米莱以身作则，冲自己下刀，率先做表率，这个似乎是走邪路啊！冲自己下刀，那你这一切图什么呢？没有了荣华富贵，对吧？没有了这些各种待遇，你去景点参观，景点都不清场，对吧？你坐火车没有一个包厢，坐飞机都不是专机，那你这么辛苦，对吧？为阿根廷人民服务，图什么呢？就很多国家他想不通啊，对吧？米莱你辛辛苦苦到底图啥？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结果你要把这些特权都取消了，那图什么呢？哎，不光这些特权啊，米莱还宣布2025年要减税90%，你说这不是造反天罡吗？米莱宣布啊，2025年阿根廷政府继续减税，然后他把税收的权力下放到阿根廷下面各个州。作为阿根廷政府，他一面减税政府的收入就少，一面
年他压缩开支，压缩开支就是刚才包括他的这个特权，对吧？政府部门特权，那些退休人员特权，老干部的特权，统统的压缩。正因为他把这些压缩了，他才有底气去减税啊。然后税收由各个州去收，各个州自己解决自己问题。在阿根廷对那些什么交通啊、什么公共的补贴全部取消。大家想一想啊，这跟印度啊，那完全是反着来的。印度是尽量控制更多的钱，对吧？老百姓啊，把钱放在大头那儿，就老百姓的大头放在那个地方，对吧？大家有委派加头老师这样人去管，或者维维老师这样人，然后他拿这个钱来搞举国体制啊，对吧？决定往哪儿花，显得好像集中力量办大事嘛。但是你看米莱他就反着来，政府控制的越来越少，他税收90%都砍掉，不要由地方政府自己去决定，他也不补贴，他就负责节约。我刚才说了啊，如果这么干，你导致 GDP 衰退那也不好，但是人家阿根廷 GDP 还在增长，这就你不服不行。你看很多经济学家天天在哭着喊着要求政府加大投资，是不是这样的？政府加大投资，政府钱从哪来？他怎么加大投资啊？说政府不能紧缩，人米莱就要紧缩。所以说啊，有些国家在另外一条路上是一路狂奔呢，没有办法修正，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没有这种刮骨疗毒的底气。米莱宣布2025年1月1号开始，美元在阿根廷就可以通行无阻，比索就可以按汇率啊，按当时的汇价随便换美元，就是不做限制。现在是每个阿根廷人一个月还能换200美金吧，大概就是它有个限额，你根据这个外汇价格，你可以换一定限额的美金。虽然阿根廷私人呢手上美金很多，但是他允许你换，但是有限额。现在好了，从1月1号开始没有限额，你把你手上比索全换成美金都行，随便。这就是米莱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呢？也就是说啊，你米莱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权利去印美金啊？你哪儿弄那么多美金让老百姓换了？然后你那个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你就让老百姓换了，那不是糟蹋了吗？财富不外流吗？哎，米莱不在乎，随便换。为什么呢？就因为米莱他要搞改革开放，招商引资。阿根廷有锂矿，阿根廷还有其他的矿，阿根廷还有牛啊、牛肉啊，有农业，它是加大出口，它的矿场向美国、向欧洲开放。这个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力拓啊，就要投资阿根廷的锂业。阿根廷锂矿就是做新能源电池的锂，对吧？一次投资28亿美元。这个阿根廷跑到美国，到了这个海湖庄园，跟这个特朗普、马斯克狂欢呢。这一趟也没白跑，特朗普啊承诺要给阿根廷投资120亿美元，大概这个数吧，反正100多亿美元。这个米莱啊，还一改他选举的时候，不经常说对吧？大国或者是影射大国不好吗？人家现在在联系，要到大国访问，加大对大国的出口，跟大国的合作。他有这个底气，他能挣足够多的美元外汇，所以他任由老百姓去换。他不担心比索就没了，你老百姓不要比索，我就换美元，我赚的钱全部换成美元，是不是有这个担忧啊？你要让印度人放开了换，印度人说我把卢比全换成美元，那卢比不就没人用了吗？但是人家不担心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米莱的改革还在推进啊，目前已经看到一些苗头，就确实好转。我刚才说了，不是说没有隐忧啊，它也有隐忧啊，但人家现在按照咱们时髦的话啊，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他开始向自己开刀，所以说米莱还是很有魄力的。米莱真的是在给人类啊，在试验一个新的途径。这个路啊，休克疗法很多国家都搞过，都失败了，搞得叫一地鸡毛，怨声载道。所以大家更关注阿根廷，关注米莱，希望他能走出一条路。阿根廷告诉大家什么真正的叫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的越少越好，最好不干预。有很多人黄俄啊，很多正能量诟病说阿根廷你这么搞下去，人体器官买卖，对吧？人买卖、人口贩子、贩毒一定会泛滥成灾。事实上没有啊，大家记得吧？这个正能量天天攻击的阿根廷就是官也可以买卖，阿根廷人家放开了，这个你这个刀子卖不卖是你自己的事情，国家管不着。正能量就攻击他，结果呢，正能量所在的国家那腰子没少卖，卖的更多了。人家放开的反而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大的社会后果。你看看，一个是严格禁止，但是私下里却泛滥成灾；一个是直接放开，反而有序，没有那么多惨绝人寰的事发生。对比一下阿根廷，你再看看印度化债，就我们一直说啊，他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你这么化债，债只会越来越多，这个化债的额度还没分下去，各个地方政府会开始刨路了，把路要挖开。这个就是他们往常分钱的模式啊。这个你这些东西不变，然后你把钱往下灌，那不就是在错误的老路上继续强化吗？对吧？加剧这个贫富分化，跟特权近的、跟权力近的能赚到钱，离权力远的赚不到钱，最后大家一起还要买单，就这么个情况，那就导致这个没有赚到钱的人他也要买单，他只会更穷，对吧？这个钱还没下来呢，老干部基地开始修上了。
就不能学米莱，对吧？这些跑猫滴路，这过去的这个方式你不改，对吧？还在原来老路上继续放水，你能解决今年明年的问题，你能解决后年的问题，只会叠加风险，这个风险啊越滚越大。你看昨天啊12月17号，陕西西安网上这个视频啊，大量的西安环卫这个环卫工人呢，穿着西安环卫的那个服装，在这个政府门前堵路讨薪。这些人不是逼急了，谁能堵路呢？堵路是犯法的，他是逼得走投无路，没饭吃。这是西安临潼区华清宫，这个临潼区城管局环卫中心工作人员称啊，说环卫工人是外包的，政府没钱，拖欠了第三方工资，所以第三方就一直没发工资。目前共拖欠了环卫工人5个月的工资，已经在积极和环卫工人解决问题，承诺月末把钱支付到位。环卫工人的工资都在拖，说明政府都缺钱吧？西安政府为什么缺钱呢？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啊，是整个西北5省的中心。那个什么新疆人、甘肃人呢、宁夏人，还青海的，动不动跑到西安买套房。他们生病，他们首选去西安，一离得近，第二个西安的这个医疗水平很高，他们小孩上学也是的。如果北京考不了，那就西安，对吧？能考北京最好了，考不了就是他们目标就是西安。西安是西北5省中心啊，但是西安居然也欠这个环卫工人工资，是西安政府的财政收入少了吗？我想不是的啊。这几年西安也在摊大饼，到处在扩建，就是整个城市规模在扩建，盲目扩建的，摊大饼。到处都要用钱呢，对吧？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多少个都要用钱，结果现在经济一停滞，韭菜一不买房，房地产一低迷，全部停了，地卖不掉，来钱的路子断了，摊子铺的也太大，所以欠薪。西安这样的例子啊，恐怕各地都有啊，比比皆是。实际上各个地方欠环卫工人工资也不是今天开始，去年就有了，还欠老师工资，还欠公交车司机的钱，导致公交线路停运。这些东西怎么解决呢？靠化债解决得了吗？化债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化债只是把这个短期的债变成长期的，然后这个高利息的债换成低利息的。化债本金，化债那个钱是不能还利息的，利息你得想办法挣出来。我看最近一个周小川在一个什么论坛上的演讲，他讲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啊，他讲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和国企拿着钱不给下面的民营企业结账，导致这个资金没办法流动。那国企为什么不结账？它原因很多，它也不是一味的说我就是扣着你钱不给，他恐怕他也有安全意识，对吧？结账的程序长，然后结账他能拖就拖，越拖对他越有利。谁都希望把钱放自己手上多捂几天，你把钱扣在自己手上放银行，那不得有利息吗？这利息都是你收益啊，你拖别人的钱不用付利息的，对吧？就是说国企拖欠民营企业下面中小企业的钱，他就是不给。政府也一样，导致下面中小企业呢，他拖他下游的钱，这样形成一个就资金链条断了，下面的人没钱，他们也养活那么多工人，那些人都发不了工资，都在拖欠工资啊。现在大家知道吧？你身边拖欠工资的为什么那么多啊？很多企业看上去赚钱呢，这企业有订单，机器呼呼的转，而且也有利润，但是他就是没钱，老板自己往里垫钱，为什么呢？就是上下游欠款，上下游欠款你归根到底穿透下去，就是上游的国企，要么就是政府不给结账。这就是周小川说的，他说那你搞什么政策都没用，你钱流不下去，到了国企这儿他给你节流了，你说怎么治？归根结底啊，你治的办法只能把国企给压缩，不要那么多国企，国企越多这事越复杂。大家都知道这国企在里面很多行业，国企它是不干活的，它纯粹是哄抬物价，扒一层皮。有的地方国企纯粹是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为了甩锅搞一个国企，对吧？政府的项目他发包给这国企，由国企扛着，出事是国企，然后国企再去转包给下面的什么民营企业，那国企从中他就扒到皮，整个的社会运行成本在增加，增加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他不想担责，对吧？我把这项目给了国企，这中间就没有猫腻啊，肉是烂在锅里面。只是国企跟民企之间贪污了什么利益输送，这跟政府没关系，对吧？那是你国企的事情，你看看国企就成了一个背锅的一个手套，他就白白从中赚钱。不能说所有的国企都这样，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都这么干，莫名其妙的搞很多国企，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那有的地方有的行业国企垄断，那更是问题丛生啊。所以你要解决，你只能学米莱，国企只能限定在极个别的行业里面允许有国企，剩下的全部放开，没有国企，市场主体资格是平等的。你搞个国企，那资格就不平等，国企就是比私营企业地位有优势。这虽然你喊的口号是国企民企都一样，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都是同等待遇，但是你喊没有用啊。你比如说开发商也一样，你央企国企的开发商去贷款就很好贷，
银行是应放尽放，应贷尽贷。当然，你民营企业开发商你去银行贷款，你看看吧，限制非常多。但是这些限制也不管用，就如果这些限制管用，那也行吧。这些限制往往不管用，反而各种暗箱操作、猫腻就在这里面，也就是导致民营企业想贷款的贷不到，那些搞这种权钱交易的，反而他能贷得到。你国企的开发商贷款的不需要搞权钱交易，所以你看这都是怪现象。所以归根结底，你要想把这问题根治，你只能是让这些国企从这个国民经济中要尽量的避免特殊行业、个别的行业有国企、央企，否则这个乱象你就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你看看你看看阿根廷的米莱在搞的这些事情和印度搞的事情，正好是相反的两条路上在狂奔。老干部的退休金年年增长3%、5%的增长，这还不是特权在起作用吗？朝气蓬勃的老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印度还有阿根廷，对比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变化。这俩国家似乎都在攻坚克难呢，看看这两条路到底哪条路更好，让事实说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